呀，呢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啊！奶奶，我啱啱買咗一個最新科技嘅太空小靈精，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㗎，咁就唔怕風濕骨痛啦。哇，咁好㗎，咁我買多個分享下俾阿姨婆啦。太空小靈精可以喺六創意健康店買到，電話28824848，網址係3個W.healthshop.com.hk。同類療法係一種已經有250幾年歷史嘅醫療方法，屬於全球第2大嘅醫療體系，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而家註冊嘅同類療法醫生已經得到75個國家嘅政府認可行醫資格。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嘅知名人士擁護。美國150年嚟嘅11任總統，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自1830年開始，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喺生查理斯王子嘅時候出現難產，全靠一劑同類療劑星麻200絲，王子先能夠順利咁出世，否則就要剖腹產子啦。同類療法喺世界各種醫療中屬於最安全嘅醫療方法，非常之適合孕婦同埋嬰兒使用。印度國父甘地稱讚同類療法係佢認識嘅各種醫療之中療效最高同埋最廣泛嘅醫療方法。袁大明醫生鑽研同埋使用同類療法40幾年，而家破天荒咁喺網絡世界同大家分享佢嘅經驗同埋心得，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嘅秘訣，詳盡咁介紹各種同類療劑嘅特性同埋應用範圍，幫助大家自己揾到適合自己嘅靈丹妙藥。當然，如果各位聽眾嘅問題係比較複雜，發覺自己處理唔到，需要袁醫生嘅幫助，亦都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嘅。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嘅電話係25773798。而家就嚟聽一聽醫生要為大家介紹邊隻療劑啦。好嗱，今次同大家介紹嘅療劑呢，叫做 Jalapa Jalapa 吓，咁中文呢係叫做藥喇叭。嗱，我相信大家呢都聽過呢嗰個藥喇叭正露丸，咁呢個主要係一個係坊間常用嘅療劑呢，係治療一啲細蚊仔嗰啲絞痛嚇，同埋肚瀉好嚴重嘅啲腹痛呢，好似嗰個腹部呢，可能俾人切到一片片咁樣嘅。咁呢一種咁樣嘅即係抽實嘅痛啦，係切痛啦。咁通常呢，藥氣就會好啲啦嚇，嘔咗啲泡沫嗰啲物質啊，同埋排啲氣咧就會舒服啲嘅。咁呢個就係一般人認識嘅呢個嗰個藥喇叭個應用嘅地方嘅。咁但係咧，藥喇叭有一個好好嘅應用嘅地方咧，係醫嗰啲小朋友咧。日間咧就好靜嘅，但係到夜晚黑咧，成晚咧就不斷咁叫啊，不斷咁喐嚟喐去啊，周身不定啊咁樣。咁呢個嘅症狀咧，即係如果真係遇到個小朋友咧，係出現呢個咁樣嘅症狀，咁當然啦，佢可能咧都係因為嗰個絞痛嚇，或者一個腸嘅絞痛啊、腹部絞痛咧，導致佢呢個症狀嘅。咁如果佢係即係日頭咧，都可能乖乖地，一到夜晚黑咧就成晚咧就大叫啊，不定咁喐動啊咁樣，安定唔到咧。大家遇到呢種情況咧嘅小朋友咧，記住咧可以記住用 Jalapa 藥喇叭。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係唔係就係你嘅靈丹妙藥啊？需要嘅話，有關同類療法療劑可以喺銅鑼灣渣甸街富盛商業大廈2樓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綠創意健康店買得到。查詢電話係25773798或者28824848。大家亦都可以喺網上訂購，網址係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節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見，拜拜。